好，歡迎大家，我係May亮心地嘅負責人。咁今次我哋嗰個講座嘅主題係創傷治療，你唔需要用一輩子嘅時間嚟療癒創傷。咁歡迎大家啦，我係心地嘅負責人。咁我係一個冥想同情緒嘅治療師。我哋呢個字唔係3點水嘅字，係自己個字。治療師係啦，咁一陣間我會解釋下點解我哋會叫治療師，而唔係3點水個字。咁大家亦都會睇到我哋今日嘅主題其實係創傷治療，都係自己個字咁樣。咁呢個同我自己走過嘅路啦，同埋後來我成立咗心地之後開始教班啦，同埋做個案之後咧，慢慢領悟到嘅由治療到治療。由3點水個字去到自己個字咁樣，咁今日好高興可以同大家分享我自己嘅歷程啦，亦都同大家講我自己呢幾年接到嘅個案，去睇我哋嘅創傷究竟其實我哋可以點樣去面對我哋嘅創傷，點樣可以由入邊走出嚟，可以活出我哋自己嘅自在人生。好，咁咧我哋開始，我先介紹下我自己先啦，咁樣。咁咧，其實點解我會開心地，或者我點樣會行上呢條路咧？其實係因為我由2013年、14年開始跌入嘅一個人生嘅低谷有關咁樣。當時我就其實2013年我仲喺度工作嘅期間，咁但係當時我其實已經情緒開始好混亂，狀態好差，咁我就同我依家嘅先生啦，當時我哋係未結婚啦，我哋大學拍拖，咁就拍咗已經10幾年拖㗎啦。咁然後咧，我哋當時咧其實係有一個好大嘅危機，係差啲接近分手嘅。咁而到我2015年咧，仲因為好差嘅狀態啦，其實就係一個 depression 嘅狀態，導致我咧其實身體係直插水，然後咧我係冇辦法工作，最後係被逼辭工嘅。咁當時係差到點咧？因為我本身係做社會服務我本身係做社會服務工作嘅。咁我機構係香港，但係我係返國內做一啲勞工服務咁樣。咁當時咧，其實我喺廣州同埋深圳工作啦，每個禮拜都會來回香港。我每次收工喺深圳或者廣州上車，我返嚟香港嘅時候，我就會不停咁樣喊足全程。返到嚟香港之後咧，我就已經唔再想講嘢啦。我已經冇晒精力去應付溝通啦，或者生活嘅其他嘅嘢。於是者呢個狀態其實持續咗差唔多9個月。咁我夜晚咧其實係完全瞓唔到覺咁滯嘅。我基本上就係每日3、4點碌上床啦，然之後到朝早咧都瞓唔着啦。大概9點、10點咧我就會昏迷2個鐘。但係完咗之後咧，我就開始清醒啦。就算我好攰，我都係瞓唔到。咁所以咧，其實嗰一年差唔多9個月嘅時間咧，其實令到我成個人嘅狀態咧係完全係差到咧，其實仲差過我媽。所以後來咧，其實我係做唔到嘢而被逼辭工咁樣。咁我到我辭咗工之後咧，我其實咧，我成日講咧，我成日同我啲學生講就係話，其實我係一個好固執同埋冇乜病識感嘅人。我當時咧其實都唔覺得自己咧其實需要揾幫手，亦都冇去揾任何嘅治療。咁我就辭咗工，然之後我就覺得我休息下啦，休息下個狀態就會好噶啦咁樣。咁所以當時咧，其實我完咗之後咧，我其實就去咗一次旅行啦，去咗個長旅行啦，後來就病咗。咁翻到嚟香港咧，我就開始諗點樣可以自救咧，即係我個狀態咁差。咁我就開始聽人講咧，冥想可以幫到忙喎咁樣。咁我就開始咗學冥想、氣功同埋呢個瑜伽啦。咁如是者，我花咗差唔多2年嘅時間，由2016年開始，咁去到18年咧，我係成個狀態咧係穩定咗好多，我整個人咧其實係慢慢恢復，身體亦都恢復咗好多。咁呢個咧其實係對我嚟講都係一個幾奇妙嘅一個旅程咁樣。咁不過咧就好不幸地咧，當我2018年我自己穩定咗之後咧，我媽媽咧就確診咗重度抑鬱。咁佢當時咧其實咧一確診咧，佢已經係有幻聽㗎啦。咁就佢就睇精神科醫生啦。咁但係因為我同佢住咧，其實我照顧佢嘅期間咧，其實我1個月咧已經令到我成個人崩潰咁滯，因為佢係
有恐慌啦。咁然之後咧，每日夜晚咧，佢就覺得樓上咧敲敲揼揼咧，然之後令到佢冇辦法瞓着。咁佢當時候就好多情緒啦，然之後經常就要我哋又要去揾人哋啦，又要報警啦，又要揾區議員啦，又揾管理員啦，咁就搞咗我哋成個月。咁到最後咧，其實我係成個人啊係崩潰咁滯嘅。咁直到有一晚咧，其實我媽咧又再次叫我哋去揾究竟邊個搞嗰啲聲源，究竟係邊個害佢咁樣。咁我哋咧就花咗成個鐘咧喺樓上樓下咧巡樓咁樣，但係我哋係完全揾唔到嗰個聲源。咁咧，但係咧當晚咧完咗之後咧，其實去巡完樓之後咧，翻到屋企咧，其實我係成個人崩潰咗。我直情咧係成個人咧係憤怒啦，同埋入邊有股好強大嘅情緒，我係唔知道點樣處理。咁我當時咧，我係咧直情嬲到咧，但我又唔可以打我媽。咁我咧就嬲到咧，我就係揸住拳頭啦，係咁喺度揼牆。我揼咗成10幾分鐘，然之後我隻手咧係瘀晒，之後咧係痛咗2個幾星期。當時咧我係完全係崩潰咗，控制唔到我自己。咁我就好大聲咁樣同我媽講：你係咪想逼死我？如果你想逼死我嘅話，我即刻就跳落去咁樣。咁咧其實咧。我嗰陣時其實都控制唔到自己，直到咧我見到我先生咧，其實都驚啦，咁我先至突然間清醒過嚟，咁我就開始清醒落嚟之後 calm down，我先至開始意識到其實唔得啦，我真係需要幫忙。即係我媽需要幫忙，我都需要幫忙。咁所以咧，我就揾咗我個社工朋友啦。咁然之後，我社工朋友就介紹咗精神科醫生俾我媽。然之後，我自己亦都開始探索點樣可以處理我自己嘅問題，可以處理我媽嘅問題。亦都係呢一段經歷令我開啟咗一個潛意識嘅探索之旅。咁我就自己就開始咗進入潛意識嘅治療嘅。咁好啦，到我媽病咗半年之後咧，2019年嘅年初咧，咁就我外婆又自殺過身。咁其實咧呢件事咧，亦都係當時對我打擊好大嘅，因為我爸爸咧其實喺2001年咧，其實佢都係自殺過身嘅。因為我爸爸當時其實係癌症末期，咁佢已經癌症已經上腦啦。咁但係因為其實我哋當時唔識得去處理啦，所以我哋其實冇同佢傾佢嘅狀況，亦都冇話佢知其實佢剩低嘅時間。咁呢個咧亦都係我自己嘅遺憾啦。我覺得當時照顧得唔好，亦都冇好好同佢溝通咁樣。咁所以咧，其實我外婆嘅自殺對我嘅衝擊係好大嘅。咁所以我媽媽嘅病啦，再加埋我外婆自殺啦，其實當時咧我係陷入咗一個我唔知點樣去形容，就係你生命入邊好黑暗嘅時刻，你唔知可以點樣走出呢個困局。我記得當時咧，其實喺我最差嘅時候咧，即係我好驚啦，因為我婆自殺，咁我又會驚我媽自殺，咁我又會驚我屋企人又會受影響咁樣。咁我當時咧就喺街度咁啱咧撞到一個社工朋友，好耐冇見。咁佢就同我講，即係佢就問我最近點啦。咁我就話佢知啊，我最近屋企嘅狀況咁樣。咁我仲印象好深刻，佢當時同我講咩咧？佢就話佢好擔憂咁樣望住我，佢話：哦，你屋企咁嘅狀況啊，咁你真係要小心喎。佢話因為咧抑鬱咧同自殺咧都係有家族遺傳㗎咁樣。哇！我當時聽到呢句説話，我個心真係中箭。我真係好驚，咁嗰陣時就係我唔知點樣去面對呢個黑暗嘅困局，因為好啦，我病我都可以揾到方法，譬如我要做冥想，我要做瑜伽，或者揾一啲方法去解決我自己。但係我屋企人病，我屋企人自殺，我就真係面對生死呢個課題，其實我完全係無能為力。當時係好深嘅恐懼，咁亦都係因為呢個恐懼，我亦都唔得。即係我亦都唔可以唔去面對呢個恐懼，所以咧亦都導致咗，亦都迫使咗我去問一個問題，就係究竟我出咗咩問題？我屋企人出咗咩問題？點解我成個屋企都係咁？咁我亦都係因為咁樣而開始進入咗潛意識嘅治療嘅探索。咁咧，依家講翻轉頭咧，其實我就會覺得，其實呢個看似好坎坷或者好痛苦嘅一個經歷嘅過去，
其實佢亦都令到我人生有一個好大嘅轉捩點。其實就係喺嗰一年，即係由我媽病到我婆走，然之後我進入潛意識嘅治療，我去處理我自己嗰一年，其實係令到我成個人生有一個好大嘅反轉。我係成日都話嗰年係我38歲，我係人生第一次感覺到咩係自由，咩係喜悅，同埋咩係自在。呢個係我諗都冇諗過嘅一件事。而呢樣嘢其實係好震撼我，因為我同我媽嘅關係其實講緊30幾年咧，其實我一直都嘗試揾方法去面對我媽，但係其實我係唔知點樣面對我媽。我係同我媽成日都會鬧交，係冇辦法和平共處，相愛相殺。咁我以前係做社會服務工作嘅，雖然我唔係做心理治療方面嘅，但係我其實都處理人與人嘅情緒啦，相關嘅嘢。但係去到我自己嘅話咧，其實我係幫唔到我自己，所以其實我係好深嘅沮喪同埋無力感。但係嗰一年嘅經歷，我好彩地遇到唔同嘅治療師啦，遇到好好嘅方法啦，令到我可以由一個好深嘅痛苦入邊走翻出嚟。咁亦都係好震驚或者震撼我嘅，就係原來呢個世界上有一啲方法係可以令到我喺一個咁深嘅痛苦入邊可以走翻出嚟，而且佢仲幫咗我處理咗我對於我爸爸20幾年前自殺過身嘅嗰個創傷。我嗰刻我係覺得原來連生死相隔嘅嗰個遺憾都可以處理。我嗰陣時就係有一種好深嘅希望，即係覺得突然之間生命充滿咗希望。原來連生死相隔嘅遺憾都可以處理嘅時候，咁仲有啲咩係唔可以處理嘅咧？咁喺當時我經歷咗大概9個月嘅治療啦，咁去到最後，當我開始走出嚟嘅時候，我亦都知道咗其實我真正想要做嘅係啲咩。咁當時其實我係本身係同我2個細路咧係合作咧，啱啱開咗一間咧賣花膠嘅鋪頭，經營咗唔夠1年度，咁其實都未回本。咁但係咧，我當時嘅我咧係覺得呢個就係我想做嘅嘢，將呢個我經歷過嘅方法帶俾更加多嘅人，希望可以用我當時嘅諗法係，我希望可以用10年嘅時間，可以喺香港建立一個唔需要用藥都可以幫到我哋處理我哋嘅身心狀況嘅一個治療中心。咁所以如是者咧，當時我就好勇或者叫好衝動咁樣，咁我就成立咗心地，然後咧我就將我原本嗰間公司咧就執咗，直接咧就將我哋公司咧變成咗一個禪修中心。咁呢個就係心地嘅起點，咁亦都係我希望帶俾大家嘅一樣嘢咁樣。咁好啦，咁咧嚟到我哋講潛意識。好啦，我頭先講就係其實我行出嚟嘅路，其實一開初咧，其實我係先學冥想啦、氣功同埋瑜伽嘅。因為當時咧，其實我嘅身體係好差，因為我係虛到一個地步咧，就係我直情咧夏天咧，我都係會手心同埋腳心咧凍到痛嘅。咁咧就便秘啦、胃酸倒流啦、失眠啦、周身骨痛啦，咁樣痛症好嚴重啦，咁樣。咁所以咧，當時其實我係自救嘅方法係先由學習冥想啦、氣功啦，先處理我嗰個身體嘅狀況同埋我一啲情緒嘅狀態開始嘅咁樣。直到咧我媽病咗之後咧，我先至開始接觸潛意識嘅治療。咁而潛意識嘅治療咧，係令到我咧有一個好大嘅反轉。好大嘅翻轉我嘅生命，亦都係我睇到哇，原來潛意識嘅力量咧係咁大嘅咁樣。咁所以咧呢個就係我當時點解會有一個咁大嘅反轉，亦都係我今日其中一個想同大家 share 嘅一樣嘢。好啦，我一陣間咧就會講下其實我自己呢個歷程係點樣啦，同埋我後來即係處理一啲個案嘅時候係點樣嘅咁樣。咁我記得咧當時咧，其實我第一次去接受呢個潛意識嘅治療啦，潛意識嘅清理啦，我可以咁講，因為佢唔係催眠，佢係一個深層嘅潛意識嘅能量清理咁樣。咁因為我同我媽嘅關係咧，頭先講咧，其實我同我媽嘅關係好差嘅，即係相愛相殺。我成日同我啲學生講，
有一個場景可以描述我同我媽嘅關係，因為我同我媽咧其實係一齊住嘅，但係咧基本上咧我哋係冇辦法和平共處嘅。咁當時差到一個狀況係點咧？就係咧每一次如果我喺屋企，當我媽咧攞鎖匙出嚟插入個門鎖度，我聽到開鎖嘅聲音，我心入邊咧就會不其然咁咧有一股能量，有一股煩躁啦，同埋嬲聲氣。其實咧佢咧係咧，就算入到嚟咧，佢係唔需要講任何嘢，我都係會想鬧佢，想對佢。即係我同佢嘅關係就係差到咁樣。但係咧，其實我又好愛佢，我係放唔低佢。咁但係我就好痛苦啦，因為其實長時間都係咁嘅時候咧，我成日都覺得其實我就喺個地獄當中，我唔知點樣去處理我同我媽嘅關係咁樣。咁我記得當時因為我媽病咗之後，我就開始其實嘗試去揾方法去解決我同我媽之間嘅關係啦，亦都解決我自己嘅情緒。咁我就帶咗我媽去睇精神科，因為咧佢唔識得表達自己嘅情緒，佢係冇辦法做心理治療相關嘅嘢。咁佢唯一可以做嘅就係睇精神科食藥咁樣。咁而當時佢一去到就已經確診重度抑鬱，有幻聽。咁我開始做潛意識嘅治療嘅時候咧，我記得第一次我去治療室嘅時候咧，其實我係都唔係好抱住咩期望嘅。不過咧，因為我已經行到絕路啦，即係死馬當活馬醫，因為我都唔知可以做啲乜可以幫到我媽或者幫到我自己或幫到我屋企咁樣。咁我記得當時其實我係咧準備咗好多嘅嘢，我諗住咧就去到治療室，我要點樣講啦？將我前半生或者我同我媽嘅關係咧，就全部講晒俾治療師聽咁樣。咁我記得當時咧，其實我講咗半個鐘咁樣，咁都未講到我覺得未講到戲肉咁樣。咁當時嘅治療師就同我講：OK， 我知㗎啦咁樣。咁佢就同我進入一個潛意識清理嘅練習咁樣。咁當時其實我唔期望其實佢有一個好大嘅轉變咁樣。咁但係好奇妙嘅一件事就係，當我進入練習嘅時候咧，我好快咧透過嗰個練習咧，我就開始記翻起一個場景，我係成日都記得，但係其實我唔知道點解我成日都記得，同埋我唔記得咗嗰陣時其實我細個嘅時候係咩情緒。但係當我進入個練習嘅時候，我突然之間所有嘅記憶都翻返嚟，我開始感受到當時嘅自己。原來我當時嘅自己，當時大概係小學4、5年班咁樣。咁我原來當時嘅自己咧，我係感覺到咧，我媽覺得佢嘅人生好坎坷，佢唔想留喺呢個世界，佢想離開呢個世界。原來咧，我其實係好驚我媽離開呢個世界。咁所以咧，我媽咧成日會係發吽竇嘅。佢一做完晒屋企所有嘢咧，佢係完全唔同我哋溝通，然之後佢就會坐喺度發吽竇。咁佢有時可以發吽竇1、2個鐘。咁我原來咧，我見到佢發吽竇咧，我係好驚嘅。我係好驚佢會離開我哋。咁當時好細個，我唔知點樣去處理。咁原來當我記得起嘅時候咧，原來咧我咧就用一個方法咧，就係我特登激嬲我媽。因為人一嬲咧，佢就會清醒。咁所以咧，我當時細個嘅我咧，原來咧就係同我細佬鬧交啦、打交啦，然之後咧就激嬲我媽啦。咁我媽一嬲咧，佢就會醒過嚟咁樣。咁如是者，我先知道原來其實點解我同我媽嘅關係起初咁差咧，同呢個都有關咁樣。咁但係我再睇深一層嘅時候，我就睇見咧，原來因為我媽成日唔同我哋溝通啦，或者佢咁嘅狀態咧，我係有一種好深嘅受傷喺入邊。我係覺得其實我媽唔愛我哋，亦都唔即係唔愛我啦。咁我就有一種好深嘅怨恨喺入邊，就係覺得你唔愛我，點解你要生我？你唔愛我，你點解要帶我嚟呢個世界咧？咁我當時進入嘅時候，我係好驚訝，嗰種怨恨係好深嘅。我以為我淨係嬲我媽是非不分啊，佢唔識教我哋啊，唔識同我哋溝通。但係原來唔係，我心底裏其實係好怨恨佢，我都覺得佢唔愛我。咁當我睇見嗰個情緒，我釋放咗個情緒之後咧，我當時記得我係嗌咗出嚟嘅。我嗌咗一句咧，就係我真係好憎你，點解你要帶我嚟呢個世界？咁但係喺嗰刻我嗌咗出嚟之後咧，我係好感動。其實到依家諗起我都仲係好感動。嗰個感動就係我突然間明白咗我自己，就係原來
我咁多年對住我媽嘅情緒，其實就係呢個情緒。你可以想像一下，一個人如果佢好憎一個人，然之後覺得佢唔愛自己，其實嗰個憤怒係好大嘅，即係個怨恨亦都好大。咁我終於明白咗點解我花咗咁多嘅功夫同精力咁長嘅時間，我都冇辦法好好咁樣同我媽和平共處，係因為我自己心入邊有一個好深嘅受傷嘅自己。其實係因為我入邊嘅受傷，所以我受傷之後咧，我冇辦法同我媽和平共處。但係就喺嗰刻，當我明白咗我自己嘅時候咧，我突然之間有一種好深嘅對自己理解同埋原諒。我係原諒咗我自己，即係嗰刻好奇妙。當我原諒咗我自己之後咧，我突然間發現咧，嗰股怨恨好似離開咗我。最奇妙嘅係咩咧？就係我當日翻到屋企，我成日話我當日翻到屋企，如果我用一個形容詞，就係我對我媽嘅厭惡感，如果係100% 嘅話，其實我當日翻到屋企，我係覺得咦，突然間呢個厭惡感去到30%。我望住眼前呢個人，我突然間覺得我應該可以同佢和平共處啦咁樣。咁呢個係對我嚟講係好大嘅震撼。我當時咧就係呢個係我第一次去見治療師，咁然後咧後來咧我再見咗佢2、3次咁樣。咁而2、3次每一次我都進入一啲課題去處理啦。但係去到第3次完咗之後咧，我突然間覺得我成個人係充滿咗力量。因為我其實抑鬱症之後咧，我係糾纏喺一個咧唔知自己想做乜，同埋覺得自己冇力量啦，同埋冇能力啦，唔知自己將來可以做乜嘅狀況。但係就喺見咗3、4次之後，大概講緊嗰個時間只係個半月左右嘅時間，我突然間好清楚我自己想要做嘅係啲咩。我覺得我嘅下半生就係要做呢樣嘢，我就係要將呢個方法。將我體會到嘅咁轉變，我可以將佢帶俾其他人，令到其他同我一樣都喺痛苦之中嘅人，佢可以揾到方法，可以自救，可以走翻出嚟。咁所以當時咧，我就唔夠2個禮拜，我就做咗個決定，我就將我之前嗰間公司執咗，然之後就開咗心地。呢個就係我生命入邊一個好大嘅轉變，而呢樣嘢其實係我意想不到嘅，即係我從來冇諗過我係可以處理到我同我媽嘅關係啦，然之後我係可以感覺到開心啦咁樣。因為咧，其實咧我當時即係我同我媽一齊住嘅狀況咧，其實係一種咩狀態咧？就係咧，其實我媽咧當時係60幾歲啦，咁我成日咧就係陷入一種好深嘅絕望入邊，我就成日喺度計數啦。因為我媽個身體咧，其實都當時係相當好嘅，咁咧我就成日計數，哇！如果佢有30年命，去到即係80歲，咁即係話我仲有30年要對住我媽，因為我放唔低佢啊嘛，我要離唔開佢。咁然後咧，我就會同佢一齊喺呢個空間度互相拉扯住落地獄。然之後等佢走咗之後咧，我就已經過咗我成年嘅30年啦。咁我大概已經去到60歲啦咁樣。咁我當時成日都會有一種好絕望嘅感覺，就係哇！我以後就係咁啦，我就係同我媽一齊咁樣喺個地獄入邊即係一直咁樣生活落去咁樣。咁所以咧，短短我媽病咗之後1年間，我可以由一個好深嘅黑暗走出嚟，然之後可以感覺到希望同埋喜悅同埋快樂，我真係完全係意想不到嘅。咁所以呢個咧就係我好希望可以帶俾其他人、帶俾大家嘅一個我嘅轉化嘅經歷咁樣。好啦，咁由嗰陣時開始，我成立咗心地之後，咁其實就係19年啦。19年其實我就當時我係乜都唔識嘅，因為我咧其實16年開始冥想，15、16年開始冥想，咁我就學咗好多嘢嘅氣功啦、冥想啦、瑜伽啦、一啲能量嘅治療啦咁樣。咁但係其實我從來冇諗住要做導師，亦都冇諗住要做治療師。咁我只係學嚟幫我自己咁樣。咁所以咧，我2019年成立嘅時候咧，其實一開初我係唔知道個方向係點，但係我就係有一種好深嘅感動同埋
好深嘅動力喺入邊，就係覺得呢個就係我嘅使命。當時我就諗，我要用10年嘅時間，我要喺香港建立一間唔需要用藥都可以處理到我哋身心狀況嘅一個療癒中心咁樣。咁好啦，咁如是者2019年開始啦，咁就當時開始咗冇耐就疫情啦，然之後經歷咗都係一段比較艱難嘅艱辛嘅時間，但係咧亦都令到我成長咗好多。咁我哋由開班到轉成呢個單對單嘅治療為主。咁喺呢6年間，咁我就開堂啦、開班啦，同埋亦都係做個案啦，咁亦都學習經營啦。咁令到我咧其實係有一個好大嘅跳躍。咁亦都喺2023年嘅時候咧，我哋就成立咗心地整合治療中心，我哋搬咗嚟銅鑼灣依家呢個2000幾尺嘅療癒中心咁樣。咁亦都喺嗰陣時開始咧，我就開始意覺到咧，其實我真正要推嘅其實係自己個字，治療個字，唔係3點水個字。咁亦都係由嗰陣時開始，我哋就叫做心地整合治療中心咁樣。係啦，咁我就先講下其實由治療到治療，究竟我點解會用呢個字咧？咁咧，當我開咗心地之後咧，其實我哋冇耐就遇着疫情。咁疫情後咧，咁我就開始接個案啦，咁樣，因為開唔到班嘅時候，我哋就開始做單對單嘅個案啦，由氣功啦、冥想啦，到舞蹈冥想舞蹈治療啦，咁一路咁樣做咁樣。咁我就後來就會發現，就係我一開初咧，其實我係好用心同埋好用力，過度用力咧，好想即係幫到啲客人咧，佢哋可以走出嗰個困局咁樣。咁我着重點咧，我就成日都會覺得，哇！我要進步啊，我要更加勁、更加厲害，我要學識唔同嘅治療嘅方法，咁我就可以幫佢哋可以即係離開嗰個痛苦嘅深淵咁樣。即係我就會着重咗喺我作為一個治療師，我嘅能力嘅提升，或者我嘅我哋叫 capacity 上面啦咁樣。咁但係咧，好有趣嘅地方就係咧，當我開始接越嚟越多嘅個案嘅時候咧，我就睇到，咦，點解同一個方法有一啲人有效，但係有一啲人咧，其實可能係完全冇效嘅。咁然之後我慢慢地發現咧，其實咧嗰個好關鍵嘅一點就係咧，其實令到嗰個方法對某啲人有效咧，其實好關鍵點係在於，其實佢哋本身嗰個決心同勇氣。決心嘅意思係咩咧？就係當你真係覺得你已經頂唔順啦，我唔要再留喺呢個局入邊，不停咁循環咁樣碌嚟碌去，我一定要走出嚟嘅時候，當你有呢個決心嘅時候咧，通常佢哋就會行得好快，而且嗰啲方法係好有用咁樣。咁但係如果佢其實本身咧仲係好多個懷疑，或者佢想行又唔想行咧，我就會發現其實咧 even 我盡晒全力，我用盡渾身解數咧，我都未必幫到佢。咁我就開始發現，哦，原來嗰個力量咧，其實唔係喺我身上，嗰個力量其實喺對方身上。咁好啦，調翻轉我就開始睇啦，就係咁我點樣先可以幫到佢，令到佢有呢個行出嚟嘅決心咧，同埋喺呢個過程入邊，佢有呢個勇氣，願意相信自己，佢可以做得到咧。咁我就發現呢樣嘢其實就係我可以着力嘅地方，而且重要嘅地方咁樣。咁於是者我就開始慢慢去睇見，其實唔係要去令到我自己有幾勁啊，幾厲害啊，我點樣可以見你一次、見你2次就可以幫你解決呢個問題，而係調翻轉就係我點樣可以理解同埋了解每一個人嚟到我身邊嘅呢個人，其實佢嘅狀態、佢嘅內在嘅狀態，我究竟要做啲乜，或者我哋一齊做啲乜，可以令到佢建立呢個決心同埋勇氣，然後令到佢可以攞翻呢個力量。好啦，咁然後如是者咧嚟到2023年咧，亦都係另外一個關鍵，就係咧，我開始唔知點解咧接到好幾個個案都係一樣，就係咧佢哋咧其實之前咧可能10年之內咧，佢哋有曾經經歷抑鬱嘅，或者可能其他嘅情緒嘅問題。咁咧，佢哋之前咧已經睇過治療啦，亦都可能用各種嘅方法咧已經康復咗啦。可能係食精神科藥物啦，或者睇心理諮詢啦，或者可能有一啲係催眠啦，或者其他咁樣。咁咧，但係佢哋嚟揾我嘅時候咧，佢哋
開始咧又好恐懼，進入一個好似要復發嘅狀態咁樣。咁我就開始發現咧，原來咧康復咗嘅好多嘅一啲情緒病患者咧，當佢哋生命遇到一啲衝擊或者遇到一啲困局，佢哋好容易再陷入一個咧就係咧恐懼入邊。佢會驚自己再復發，同埋喺嗰個過程入邊咧，甚至佢復發嘅時候咧，佢會比起第一次更加驚，因為佢本身已經經歷過可能治療嘅過程嘅艱辛，所以佢呢個治療嘅過程呢個艱辛嘅印記咧，令到佢咧好容易咧就會陷入咗一個好深嘅恐懼入邊，就係死啦！如果佢再次嚟嘅話，我點算啊？我唔知點樣處理咁樣。咁我如是者開始即係接觸呢幾個學員嘅時候咧，我幫佢哋嘅過程入邊咧，我就開始發現咗，其實咧治療咧，其實好關鍵嘅一點就係你唔可以淨係集中喺處理嗰個病徵或者幫佢解決咗個問題。其實喺成個過程入邊咧，同時要幫佢建立到一種咧，就係咧佢自己係有能力自救嘅能力，即係話咧。其實你係要喺嗰個過程入邊咧，幫佢建立到佢自己嘅勇氣同力量，同埋佢嘅內在智慧。因為當佢有勇氣、有力量同埋有智慧嘅時候咧，其實佢就可以面對生命入邊嘅大部分挑戰。因為我哋人生其實唔可能風平浪靜嘅，就算你康復咗，我哋嘅生命一路向前進嘅時候咧，佢都會有起起伏伏。咁如果你入邊嗰個內在嗰個信心同埋你嗰個自救能力唔建立起嚟嘅時候咧，當我哋喺生命一路向前進嘅時候咧，遇到一啲衝擊來臨嘅時候咧，我哋會好容易又陷入咗嗰個好無力感啊，然之後我哋唔知點樣去面對啊嗰個恐懼當中。咁所以咧呢個咧就係我當時由2023年開始咧，再一次領悟到其實治療。自己個字嗰個係好重要，即係話其實治療嘅真正目的其實就係幫每一個人攞返佢嘅內在勇氣、力量同埋智慧，令到佢有一個自救嘅能力。好啦，咁所以咧呢個咧就係我自己呢個亦都係我自己嘅經歷，因為我媽媽2018年佢抑鬱症，我頭先冇講就係其實2年半之後咧，我媽係完全康復嘅。當時咧，其實咧，佢嘅精神科醫生咧，其實曾經同我講就係話，你唔好預你阿媽可以戒藥啦。即係戒藥嘅意思係完全唔用藥，佢可以減藥，但係佢唔可以戒藥。因為我媽係佢讀咗2年書，佢講唔到，其實佢表達唔到自己情緒。咁精神科醫生就覺得佢冇其他方法可以幫到佢嘅時候，藥物係唯一嘅幫忙。咁嗰個醫生其實幾好嘅，佢咧佢好有耐性啦，亦都睇住我媽嘅情況，但係佢都話其實唔樂觀可以戒到藥。咁佢話你當嗰粒血清素係補品啦，咁樣可能一直要食到佢離開呢個世界咁樣。咁但係我媽都硬頸嘅，去到2年左右咧，其實佢開始穩定嘅時候咧，佢就開始問精神科醫生啦，佢話好想停藥咁樣。咁當時咧個醫生咧其實都擔心佢狀況，咁個醫生好好，其實佢有揾藉口去探咗我媽2次，即係我媽做嘢嘅地方。咁佢後來咧真係判斷咧我媽個狀況係穩定，咁結果咧就俾我媽停藥。咁我媽一停藥之後咧係完全冇副作用，咁然後成個人係好開心。咁喺呢幾年期間，其實佢冇再抑鬱症復發咁樣。咁呢個咧都俾咗我一個好大嘅鼓舞，因為咧我媽個人生歷程係點咧？即係如果大家頭先睇我生命歷程，我成日都話啊，其實我成日同我啲學生講就係，因為有啲學生嚟到咧，佢哋即係陷喺嗰個痛苦當中，佢哋就會成日都問我究竟我可唔可以行到出嚟咧？我有冇得救咧？咁樣，咁我成日都會同佢哋講就係其實我冇咩叻，但係咧如果要比慘，其實我都可以鬥下慘嘅咁樣。咁既然我咁樣都行到出嚟嘅時候，其實你哋都可以行到出嚟。咁好啦，我覺得咁我都可以鬥慘啦。但係其實如果調翻轉講就係我媽其實比我更加慘。咁佢咧其實咧就基本上屋企咧佢原生家庭咧就係咧有7兄弟姊妹，佢係排第2。但係因為姐姐咧體弱多病，所以咧佢咧10歲咧就係讀咗2年書，佢就已經開始要出嚟做嘢養家。於是者佢就去到28歲養大晒啲兄弟姊妹啦，咁佢先結婚。喺嗰年代係好晚婚，
咁然後咧就嫁咗俾我爸爸，因為我媽係以前喺廣東嘅，咁嫁咗俾我爸爸係香港人，咁佢就以為咧其實生活可以有改善咯。咁但係我爸爸係一個好人，但係咧我爸爸其實有各種嘅壞習慣，佢有賭博啦，有吸毒啦。咁所以咧其實我媽結咗婚之後咧，其實生活冇預期之中，其實係有一個大嘅改善。咁到後來咧，我哋由國內嚟咗香港之後咧，我爸爸咧喺我哋嚟過香港之後咧，唔夠3年咧就癌症復發啦，然之後上腦啦，咁佢就自殺輕生啦。咁然後我媽就一個人養大我哋3姊弟，咁我當時其實係中6咁樣，咁然後好啦，如是者佢養大咗我哋幾兄弟姊妹，但係咧我哋屋企個關係好差，成日都鬧交，你同我鬧，我又同你鬧咁樣，基本上係唔和諧嘅，係互相即係相愛相殺嘅一個狀況。咁所以我媽係長年都係有啲輕微抑鬱咁樣。咁好啦，到佢抑鬱症之後咧，我婆又自殺過身。咁你諗下就係佢老公又自殺，佢阿媽又自殺，其實係一個好大嘅衝擊。所以我媽人生其實佢係未開心過，佢成日同我講就話做人真係好痛苦，佢以後都佢下一世都唔做人啦。然之後佢成日都話一世人做咗2世阿媽，先養大咗兄弟姊妹，然之後咧又養大我哋，但係都未享受過咁樣。咁但係我當時去進入心理治療探索咧，其實我其中一個疑問都係，究竟好似我媽咁樣嘅生命，佢咁坎坷，其實佢有冇可能快樂咧？咁樣。咁但係2年半嘅時間咧，其實呢個係俾咗我一個好大嘅希望。佢真係開心咗，佢真係識得笑。而且我同佢關係改善咗啦，佢同我細佬嘅關係改善咗啦，我成家人嘅關係都改善咗。依家我哋又可以攬頭攬頸啦，我有時起身我可以攬住我媽，同佢講話阿媽我愛你咁樣。以前真係唔使旨意咁樣。咁所以咧呢個係俾咗我一個好深嘅鼓舞，即係連我媽都可以做得到嘅時候，我就覺得其實真係好多人都可以做得到咁樣。咁呢個咧就係即係我好希望帶俾大家一樣嘢，就係其實唔單止係喺學生身上我睇到嗰個即係嗰個自我療癒，其實喺我自己身上，喺我媽身上我都睇到呢樣嘢。咁咧而舊年我媽其實已經康復咗3-4年啦，係3-4年係啊。咁舊年亦都好不幸咁，佢就確診咗胃癌啦咁樣。咁呢件事其實對我嚟講係衝擊好大嘅，因為咧我爸係因為癌症自殺過身，所以其實我入邊有一個創傷嘅印記。所以我媽確診胃癌之後咧，有一段時間我係感受到我係有呢個恐懼嘅，就係我驚我媽都會走我爸條舊路咁樣。咁但係咧呢一年行落嚟嘅經歷咧，亦都係俾咗我另外一次嘅睇到生命好不一樣嘅力量，即係嗰個內在嘅自我療癒力。就係其實喺成個歷程入邊咧，我哋雖然有辛苦嘅時間，亦都有痛苦嘅時間，但係咧其實我哋喺成個歷程入邊走咗1年咧，係感受到好多嘅愛啦。係我哋嘅關係越嚟越緊密啦，而我媽其實係最後停咗化療咧，其實佢依家身體係恢復得好好啦，佢行得走得食得瞓得係完全係好似正常人咁樣啦。咁雖然佢都仲有癌，佢都仲係個 cancer 喺度，但係佢已經學習緊與癌共存。而我又發現其實我媽其實唔係我爸，即係我喺個過程入邊，我慢慢克服咗我嘅即係對我爸死亡嘅恐懼，而我而家亦都好自在咁樣可以同我面對我媽嘅生死。我而家可以真正地可以做得到，就係我珍惜同佢嘅每個當下，我唔再驚佢某一日會離開我，因為我知道其實我每日起身，我對住佢想講嘅嘢我講咗，想做嘅嘢做咗，其實就係冇遺憾。當佢某一日佢真係要走嘅時候，我都覺得係一個圓滿嘅關係咁樣。咁所以呢個歷程咧，亦都令到我再一次睇到，原來我嘅內心真係強大咗。我媽亦都強大咗，我成家人都強大咗。其實我哋已經從過去嗰個傷痛入邊走咗出嚟，原來真係有可能性嘅咁樣。咁所以咧，呢個咧就係咧，我其實想同大家講嘅啫。其實每一個人其實我哋都有好強大嘅自我療癒力。咁呢個咧就係我哋治療師嘅使命，亦都係我自己嘅使命，就係我希望可以喺心地呢個地方可以幫到大家，可以重新掌握呢種能力，令到每個人都可以有能力去應對生命嘅挑戰，可以從過去嘅傷痛同創傷入邊走出嚟，可以重建自己嘅生命，重建自己嘅人生，可以活得
自在啦、輕鬆啦同埋快樂咁樣。好啦，咁咧所以咧其實咧呢一系列嘅治療嘅講座咧，我就分咗幾個題目啦。一個今日就係第一個就係童年嘅嗰個創傷治療啦咁樣。咁第二個咧其實親密關係治療，第三個原生家庭治療愈，第四個生死療愈，第五個係人際關係療愈。咁我就發現咧，其實點解我會定呢幾個 topic 咧？就係咧，因為我主要一開初其實我係處理我同我媽嘅關係，處理我媽病嘅問題，我自己問題。但係當我開始去面對我自己，去處理我自己嘅時候咧，好奇妙嘅地方係咩咧？我其實生命嘅各個面向咧，都喺度同時轉化緊。我頭先咪話我其實多年嗰個伴侶咧，其實喺2013-14年嘅時候，我哋係差啲分手嘅。其實我哋中間係有各種嘅問題，包括即係好愛對方，但係又好似好孤獨感，唔知點樣處理關係入邊嘅一啲問題或者矛盾啦。咁同埋就係另外就係我哋經歷，因為我嘅經歷抑鬱啦，又經歷性冷感啦、性嘅唔協調啦、對於生命期望嘅唔一致啦咁樣。咁所以咧，其實中間係有好多嘅矛盾。咁但係咧，隨住我自己改變嘅時候咧，好奇妙地咧，呢幾年咧，我同我老公個關係咧係一路咁樣改善。然之後去到呢2年咧，我哋成日話咧，其實呢個係我哋生命入邊最靠近嘅時間。我哋一齊已經20年啦。我哋依家關係，我哋覺得即係基本上依家感覺就係仲好過我哋啱啱熱戀嘅時候咁樣。咁呢個就係帶俾我一個好大嘅驚喜，或者呢個唔係我預想嘅結果咁樣。咁所以咧，其實呢幾個課題咧，都係我想同大家分享嘅，就係咧，當我走過嚟嘅時候，呢各個面向咧，其實都會跟住改善嘅咁樣。咁我哋就會逐個面向去同大家去分享。OK，咁另外當然仲有身體治療系列啦，呢個我哋就仲未有日程定嘅，咁大家都可以之後留意嘅，因為咧我其實係透過氣功、冥想、瑜伽咧，其實改善咗我身體嘅大部分嘅亞健康嘅問題，咁所以咧呢個都係我好奇妙地發現，原來身體嘅自我療愈力都係好強嘅，咁所以咧其實我喺心地成個中心咧，我哋嘅目標咧就係幫大家喺情緒上面同埋身體上面都同時恢復我哋內在嘅嗰個強大嘅自我療愈力。OK， 好，咁咧接下落嚟咧，咁咧我哋都可以簡短咁樣大家感受下自己啦。即係你究竟你會嚟聽呢個 talk 啊？咁究竟你係有咩創傷咧？你嘅人生有咩問題咧？或者你覺得你嘅人生有咩障礙咧？你係咪快樂嘅咧？咁嗱，因為咧，其實咧有啲時候咧，我哋係可能我哋唔知道其實我哋發生咩事，或者究竟我哋有冇創傷，但係我哋大概我哋會知道我哋係咪快樂，我哋係咪有障礙，我哋係咪有問題咁樣。咁而由呢個問題入手嘅話咧，其實你先至會慢慢揾到究竟其實係咩影響住你，我究竟要處理嘅係啲咩咁樣。好啦，我哋成日以為咧創傷咧一定係死人冧樓嘅，但係其實咧創傷唔一定係死人冧樓。當然死人冧樓嘅事咧一定會造成我哋嘅一啲好深嘅影響，但係咧其實我哋成長入邊，尤其係我哋童年咧，其實一啲日積月累嘅一啲問題咧，其實會對我哋影響好深。而我處理嘅大部分嘅一啲個案咧，其實嗰個創傷都係來自於咧一啲日積月累嘅問題。咁呢啲問題包括咧就係可能細個嘅時候打啦、罵啦、責備啦，又或者父母本身嘅關係對我哋影響啦，或者學校嘅人際關係對我哋影響啦，譬如嗰啲欺凌嘅事情啦，又或者一啲朋輩關係嘅一啲唔順暢、唔如意嘅關係嘅影響啦。咁另外仲有一啲比較普遍嘅就係可能細個嘅時候照顧上面被疏忽啦、偏心啦或者忽視啦，甚至管制得好強啦、太多嘅愛啦，咁都有機會造成一啲問題嘅咁樣。咁又或者咧，成長入邊經歷一啲冇惡意嘅傷害咧，都有機會造成我哋嘅好深嘅影響。好啦，咁我呢啲影響咧，呢啲創傷唔一定係大件事，但係咧佢會令到我哋咧形成咗一啲恐懼，然之後咧會產生好深嘅可能係無力感啦，覺得自己
handle 唔到、處理唔到啦，或者覺得冇人幫我哋啦。咁而呢啲恐懼咧、呢啲印記咧，就會影響住我哋往後嘅我哋嘅自己嘅自我價值感，亦都影響住我哋嘅人際關係嘅模式啦，或者我哋嘅情緒模式，而導致我哋生命入邊出現各種嘅困局，包括我哋可能係親密關係啦、家庭啦、親子關係啦、事業啦、人際關係上面，甚至係健康層面嘅一啲障礙咁樣。好啦，咁咧究竟點樣我哋可以處理我哋嘅創傷咧？咁樣 OK， 我就跳開呢個啦，因為我哋時間我講得有啲慢啦，咁我哋直接跳入去個案嗰度講啦，咁樣好啦。咁咧，我喺呢度同大家分享2個案啦，咁樣，因為咧。其實咧，好多學生咧，或者有啲客人咧，佢嚟到咧，因為我哋通常我鼓勵大家嚟咧，如果處理自己問題咧，你會先嚟試一堂先。如果試一堂你感覺過係你適合嘅呢個方法，或者感覺到我係幫到你，你先至嚟處理咁樣。咁通常咧喺好多人咧喺試堂嘅時候咧，佢哋都會問我一個問題，佢就會問就係：究竟我係咪真係可以行到出嚟咧？咁樣，究竟我要用幾多時間先可以行到出嚟咧？咁樣，因為你諗下，我哋如果係童年有問題嘅話咧，咁你一般呢個問題就已經嚟得我呢度見到我咧，佢起碼積累咗幾廿年啦，20-30年甚至40-50年啦咁樣。咁我哋內心就會覺得，哇！呢個問題好難解決啦。咁我可能唔用翻3-5-7年咧，咁其實都可能係冇辦法處理到嘅咁樣。咁所以好多人都會有呢個疑問咁樣。咁我就成日都話咧，其實咧。當你決定咗要去面對，你有決心同勇氣嘅時候咧，佢呢個過程咧係唔一定要返30-50年咧先至可以處理嘅，佢可以行得好快。咁當然啦，每個人個歷程係唔一樣，我冇辦法可以完全講到你可以行到幾快，因為嗰個決定權唔喺我身上，我都只係一個陪伴者，我係一個導遊，我帶你進入呢個探索。但係嗰個力量同勇氣，嗰個決定權其實喺你入邊咁樣。咁但係咧，我可以分享一啲個案咧，令到大家睇到其實咧嗰個過程可以係好快，亦都可以係好 powerful 嘅咁樣。咁我有啲時候咧，其實咧甚至咧，其實啲學生佢哋嘅轉化咧，會令到我好點講咧，好震撼我啊！因為咧，我係好盲塞，我係好 stubborn 嘅一個人。咁我爸爸2001年過身，其實直到2018年，講緊17-18年。2019年18年咧，我先至開始去處理我嘅創傷。我一直咧我都覺得我冇問題，我用我自己方法解決咁樣。咁但係咧，我見到我啲學生咧，佢哋嗰個問題意識咧，其實有啲時候係真係比我強好多，而佢哋行嘅路咧，其實亦都快我好多咁樣。咁所以咧，呢個亦都係俾到我有啲時候覺得好振奮嘅一樣嘢。咁好啦，呢個咧其中一個呢位女士咧，其實都係令到我好感動嘅一位女士嚟嘅，因為咧呢位女士咧，其實佢係即係年紀比較大嘅，其實咧佢個生命都有好多苦難。佢嚟嘅時候大概50幾歲，咁而且其實佢經濟環境咧條件都唔算好好，所以佢願意攞錢嚟上堂，然之後去處理佢呢個課題咧，其實係好唔容易嘅一件事咁樣。但係因為佢真係太痛苦，所以佢係真係好想解決咁樣。咁佢嚟求助嘅原因就係因為佢女女有情緒嘅問題好幾年，咁佢就要照顧佢女女，結果其實佢做唔到嘢啦，同埋佢自己嘅情緒狀況都好差啦咁樣。咁所以咧，其實佢嚟嘅時候咧，主要咧其實係佢自己好崩潰，因為照顧問題，佢就唔係想解決自己問題，其實佢係想幫佢嗰個佢女女咁樣。咁但係當我哋開始進入去探索佢嘅情緒、佢嘅問題嘅時候咧，好有趣地咧，其實我哋第一堂咧已經開始進入嘅時候咧，已經佢個課題咧進入潛意識嘅時候咧，已經開始引導進入咧就係佢童年被性侵嘅課題咁樣。咁第一堂咧，我哋就冇直接去處理嗰個性侵嘅。咁第一堂咧，我哋處理咗佢嘅情緒，因為佢情緒好滿瀉，咁所以我哋要幫佢寫一寫佢情緒，令到佢唞到氣舒服啲先。因為有情緒問題嘅人，尤其好大創傷嘅問題嘅人咧，佢哋我哋成日都會感覺到唞唔到氣，好辛苦嘅，成日都會喺痛苦當中。咁所以咧，要令佢先唞到氣咧，其實舒服啲咧，佢先有力量可以面對佢嘅課題咁樣。咁但係呢個女士佢都好有決心，同埋行得好快，所以咧佢喺
第二堂嚟到嘅時候咧，其實我哋已經開始進入處理佢嗰個被性侵嗰個創傷咁樣。咁佢亦都好勇敢啦，即係進入嗰個課題探索嘅時候咧，咁佢進入嘅時候咧，就開始慢慢去發現到咧，其實咧原來咧佢最深嘅憤怒咧係對自己同埋對媽媽。佢固之人好嬲嗰個加害者，咁但係咧，其實佢最深個憤怒係覺得媽媽點解要掉自己去嗰個人嗰度，然之後令到自己受害？點解媽媽唔理自己咁？第二個好深嘅憤怒咧，就係原來佢好嬲自己當時捍衛唔到自己。咁所以當我哋進入練習嘅時候，我哋嘗試佢攞翻佢嘅力量去翻去當時個情況，去捍衛佢自己，去面對佢當時無能為力嗰個恐懼，然後帶翻當時嘅受傷嘅自己出嚟。咁喺成個過程入邊，個幾鐘嘅時間嘅過程入邊，好奇妙，亦都好呢位女士佢真係好，即係我只可以話我都好敬佩佢，好佩服佢，佢真係帶咗自己出嚟，走咗出嚟。佢喺成個過程入邊，佢係出到嚟嘅時候，佢話：我終於感覺到我自己嘅力量啦。即係佢話呢幾廿年佢都一直活喺恐懼當中，佢一直嗰個力量被剝奪咗。而喺當佢真正願意企喺嗰個人嘅面前去面對佢，去捍衛佢自己，將佢帶翻出嚟嘅時候，佢終於覺得佢就唔使再困喺嗰個時空度，佢唔使再日夜恐懼啦咁樣。咁好啦，但係出到嚟之後咧，好有趣嘅時候咧，就係第三堂我哋翻嚟嘅時候，發現咧，原來佢同女女嗰個問題嘅根源咧，其實同佢呢件事係有關，因為佢當時好細個俾人性侵咧，佢嗰個印記入邊無意識入邊形成咗一個就係覺得女生女仔係好危險嘅，好容易即係好容易受傷，好容易受傷害。咁所以咧，佢咧就好擔心佢女女嘅。佢咧就女女嘅少少事佢都會好緊張，所以當女女喺後來十零歲嘅時候開始出現情緒問題嘅時候咧，佢幾乎係貼身照顧，係日夜照顧，佢係一刻都唔夠膽離開佢女女咁樣。咁所以咧，如是者幾年之後咧，佢係成個人窒息咗，佢直情咧佢覺得自己生無可戀，佢自己都想死咁樣。咁咧，佢當佢睇到原來係自己恐懼，自己嘅恐懼加諸喺佢女身上嘅時候咧，佢開始慢慢釋放咗，佢開始釋放咗自己嘅恐懼，佢開始睇到原來其實唔一定會發生喺女女身上，係自己個恐懼。咁第三個禮拜佢嚟到嘅時候，做完第三堂，佢好開心，佢翻到去，佢話佢終於可以放低佢女女一段時間，然之後佢可以離開佢女女。然之後可以出去自己行街，出去自己玩幾個鐘，然之後佢係唔覺得好驚、好恐懼、好擔憂嘅，佢覺得佢終於有啖氣唞啦，咁樣，終於有翻啲空間啦。咁佢後來就決定咧，佢要開始重新揾工啦，咁樣。咁呢個咧就係嗰個案咧，就係呢個係被性侵嘅女士。咁佢嚟咧，其實嚟咗一共4堂啫，佢係做私人治療嘅。咁佢一共嚟咗4次啫，咁樣。咁好啦，咁咧因為佢家庭環境有啲即係經濟困難啦，咁所以咧佢亦都冇辦法接住落去咧，再去處理其他嘅一啲課題，所以佢就完成咗佢嘅療程啦，咁樣。咁好啦，咁另外一個咧，我想同大家分享嘅呢個女士咧，其實亦都好鼓舞我嘅。咁呢個咧就係一個恐慌症嘅女士咁樣。咁佢嚟嘅時候個求助原因咧，就係咧佢恐懼自己個身體有問題。咁咧佢成日都會覺得自己咧，其實個身體係有病嘅、有問題嘅，即係有少少事咧，佢就會驚心跳加速、恐慌咁樣。咁佢自己亦都有啲幽閉恐懼嘅狀況，入 lift 啊或者嗰啲情況佢就會出現㗎啦咁樣。咁佢嚟嘅時候咧，咁我哋係從佢身體個問題入手啦。咁但係當我哋慢慢進入佢嘅課題嘅時候，進入潛意識嘅探索啊，進入嗰個情緒治療練習嘅時候咧，佢開始睇到就係原來佢個恐懼咧係同佢細個嘅時候、小學嘅時候咧，因為爸爸媽媽要工作嘅原因咧，係夜晚唔喺屋企嘅。咁佢咧就要照顧細佬妹咁樣。咁原來嗰段時間咧都好幾年嘅時間，其實佢係每晚都好驚，其實有人會傷害佢哋啦咁樣。咁所以呢個恐懼嘅印記好深形成咗，所以導致咗咧，其實佢內在咧有一種好深嘅恐懼入邊。咁所以當生命去到一個階段，有一啲事情觸發咗佢嘅恐懼之後咧，佢就跌入咗個恐慌嘅狀況，就不受控嘅狀態咁樣。咁當我哋
進入呢個課題去處理嘅時候咧，其實我哋就開始慢慢要去進入佢嗰個恐懼嘅印記啦。一嚟就係開始要處理佢同爸爸媽媽之間嘅關係啦，令到佢重新感受到爸爸媽媽嘅愛同埋支持啦。喺佢嗰個潛意識層面去打破佢嗰個咧覺得冇人支援、冇人幫到佢，佢係孤單嘅、單打獨鬥嘅嗰個信念印記咁樣。咁然後再進入咧就係佢嗰個恐懼嘅，即係嗰段時間嗰個喺當時受傷，即係一直恐懼嘅嗰幾年嗰個場景入邊進入去處理咁樣。咁亦都係一樣喺個過程入邊，我哋其實係透過一啲練習，呢啲練習其實有啲學生成日問我究竟係咩咁樣，咁我好難解釋，完全解釋得俾大家明白，因為佢係需要你進入練習去感受去體會嘅。咁有啲人就會問我哋就係咁同催眠有咩唔同咧？因為進入潛意識，大家可能好快就會諗到係催眠咁樣。咁我哋用嘅方法其實唔係催眠嘅，我哋係由你清醒有意識嘅狀態，透過一啲練習嘅一啲引導練習。咁透過你自己慢慢一路練習去覺察你嘅情緒，透過你嘅身體感受、你嘅情緒嘅感受，去開始帶引你去進入一啲練習。咁佢會慢慢咧自己咧就會開始去到一啲記憶入邊浮起嚟。咁所以咧唔係我哋去引導。我哋係透過呢啲練習幫你慢慢去見到究竟係咩課題咁樣，咁所以喺個練習入邊咧，你個身體咧會有感受，你會通過你嘅身體感受咧，你會感受到嗰種嘅變化，身體能量、情緒能量嘅變化，你會感受到你嘅力量啦、你嘅勇氣啦、你可以做得到啦。咁呢啲感受咧，呢啲能量嘅轉變咧，會幫你克服到你創傷嘅時候經歷創傷嘅時候而導致嘅各種嘅無力感啦、沮喪啦、絕望啦、疲累嘅感覺，嗰啲感覺咧，全部都係舊嘅能量咧，儲存喺你嘅身體入邊，令到你動彈不得。我成日問就係，我成日話就係，如果你感覺一下，譬如你可能你知道我應該咁樣做，但係咧你永遠都係咧，我知道道理我明白，但係咧實質上我做唔到，咁你就會成日都會覺得好似有一種莫名嘅能量或者力量咧，捆綁住你或者扯住你，令到你冇辦法向前進。咁呢種嘅能量，呢股嘅力量，其實某程度上就係喺潛意識入邊嘅一啲舊嘅能量，即係話你曾經經歷咗一啲嘢，產生咗一啲情緒，產生咗一啲傷痛，佢冇釋放到，冇處理到，佢困咗喺你嘅身體入邊，日積月累滾雪球咁樣滾到好大，咁你就會覺得嗰股能量好大，寸步難行咁樣。咁所以當你進入去面對呢個創傷嘅時候，其中一部分好重要嘅嘢，其實唔係你淨係要覺察同埋知道發生咗咩事，其實你係要通過練習咧去釋放呢一股卡喺你身體入邊嘅好深嘅扯住你嘅能量。當你釋放咗呢股能量，喺釋放嘅過程入邊，你會感受到身體重新會注入有力量，有問題係咪啊？OK， 你會重新感受到你係有力量嘅，你係可以處理，你可以面對嘅咁樣。好，但唔知係創傷喺邊？創傷是否一定要處理？有乜情況不建議處理 ？OK， 好，唔緊要，我哋一陣間我哋 Q&A 時間，我嘗試答下。OK， 好，謝謝大家嘅問題。OK， 好，咁我哋好快會進入 Q&A 嘅環節㗎啦。OK， 好，咁咧就頭先講啦，就係嗰股能量咧，你要清咗落嚟，射咗出嚟咧，你先至會覺得輕身咗，你先至有能量可以有力量可以向前行咁樣。OK， 好，咁咧嗱，頭先講就係呢幾個 case， 呢兩個 case 啦。咁後邊呢個 case 就長啲時間嘅，因為佢除咗處理恐懼個問題之外咧，其實佢處理咗好多個課題，佢生命入邊各個課題佢都想觸碰去處理。佢係一個好渴望認識自己、渴望重建自己生命嘅一個女士咁樣。咁所以咧，佢呢個女士咧就比起前面嗰個女士咧花嘅時間係長啲嘅，但係佢其實後來咧，佢係好勇敢地咧，佢有幽閉恐懼，但係佢一個人咧係去咗旅行，而且係成功地去咗，然之後係翻到嚟，佢好開心，克服咗呢個障礙咁樣。OK， 好，咁咧，我哋童年嘅創傷講埋呢一個就係點解講埋呢個，我哋就可以進入
OK， 講埋呢兩張 slide， so 我哋就可以進入呢個 Q&A 環節啦。OK， 點解我哋嘅童年創傷對我哋嘅影響咁大咧？就係因為我哋細個嘅時候咧，我哋係冇反抗能力同埋自我保護能力，咁所以當事情發生嘅時候咧，佢會對於我哋嚟講係天大咁大嘅。咁所以當我哋面對天大嘅事情嘅時候，我哋又控制唔到，我哋又反抗唔到嘅時候咧，佢就會令到我哋產生好深嘅恐懼同埋無力感。而呢種恐懼同埋無力感，覺得自己面對唔到、處理唔到、應對唔到嘅嗰個印記咧，就會印喺我哋潛意識入邊。咁佢就會成日當我哋面對生命嘅困難嘅障礙嘅時候咧，呢股無力感同埋恐懼就會出現。咁所以令到我哋冇辦法可以突破，冇辦法可以改變我哋嘅面對呢個世界或者關係嘅一個狀況，攞唔到嗰個勇氣同埋力量出嚟。咁呢個咧就係創傷對我哋嘅影響咁樣。咁所以我哋就會重重複複喺嗰個問題入邊碌嚟碌去咧，都出唔到嚟。OK， 好，咁咧我哋依家睇一睇咧，就係咧呢幾個就係真正療癒，點樣先去真正療癒我哋嘅創傷咁樣。咁我呢個表咧，其實就係整咗出嚟咧，就係帶大家去睇，就係其實如果要處理我哋創傷，有幾個層面要逐步深入去處理嘅咁樣。咁好啦，頭先呢個朋友問嘅呢個問題就係我覺得自己有卡點，但係我唔知係創傷喺邊，咁有咩方法去揾到咧咁樣？好問題咧，就係呢個就係我哋要講嘅第一個點啦，就係咧嗰個。先係就係你要有表意識嘅覺察入手，從我哋嘅表意識嘅覺察入手，咁去先去嘗試去揾到嗰個課題，揾到嗰個進入課題嘅嗰條鎖匙咁樣。咁好啦，譬如就係你嗰個問題，譬如我係可能係成日冇動力嘅，或者我人際關係入邊成日都遇到啲不負責任嘅人嘅，或者我可能親密關係入邊成日都遇到渣男或者渣女嘅咁樣。咁呢啲係一個表面嘅問題。咁但係咧，其實佢同你後邊嗰個課題究竟個關係係咩咧？咁其實咧就要從我哋表面嘅問題咧開始進入覺察，去同我哋啲情緒入邊去揾到一啲情緒主線，然之後去睇見嗰個背後嘅情緒主線係咩嘅時候咧，就慢慢逐步進入嗰個課題。好啦，咁呢個就係表意識層面，我哋要開始建立我哋嘅覺察性。即係譬如舉個例子講就係，當我哋經常喺人際關係入邊面對嘅係唔敢拒絕。咁我哋就要從呢個唔敢拒絕嘅呢個課題開始進入手，就係究竟呢個唔敢拒絕嘅一個根源喺邊度咧？逐步開始睇到呢個唔敢拒絕背後嘅深層情緒係啲咩？咁就去到我哋嘅深層情緒嘅覺察啦。因為我哋通常感覺到嘅情緒咧，好多人咧都會感覺到就係我唔開心。或者我比較頹啦，或者我抑鬱咁樣。咁但係情緒佢係有好多浸嘅，即係話你唔開心嘅背後，可能係沮喪，可能係悲觀，可能係絕望，可能係無力感，可能係憤怒，可能係怨恨，各種背後嘅情緒，你唔知道嗰核心情緒係咩嘅時候咧，我哋就好難去對應去處理。咁所以咧，其實我哋透過表意識嘅覺察去分析我哋嗰件事上面所有嘅表意識可以覺察到嘅情緒，然後透過表意識覺察到嘅情緒再揾出嗰個主線，然後通過一啲練習再進入深層嘅情緒，去睇見我哋更核心嘅情緒究竟係啲咩嘢。譬如可能係絕望感、係無力感、係自責，因為有啲人其實好多人自責會困住佢哋好長嘅時間嘅咁樣。咁好啦，咁呢個咧就係我哋要去揾到嘅。點解要揾到咧？其實我哋要重新去連結我哋自己咧，我哋先至可以揾到嗰個入口咧，去進入我哋嘅潛意識。好啦，咁當我哋揾到嗰個主線情緒之後咧，其實我哋慢慢要進入咧，就係清理呢啲情緒嘅能量啦。即係譬如無力感，其實佢係一股能量卡住喺你嘅身體入邊，令到你動彈不得。沮喪、無力感或者憤怒都係咁樣。咁我哋就要通過一啲練習再深層去到第三點，就係要清理呢啲潛意識嘅能量，令到我哋可以更深咁樣去處理我哋，即係輕身上路去離開嗰股能量咁樣。咁到我哋清理咗之後咧，慢慢咧我哋會進入一個潛意識嘅信念嘅覺察，因為呢個係一個自然嘅歷程。當你進入嘅時候，你自然就會開始睇到咧，其實咧嗰個創傷嘅經歷點樣去塑造咗你個局限性嘅信念。嗰個局限性信念係咩咧？譬如我係冇人愛嘅。冇人可以幫到我嘅，我就係一個人去面對呢個世界嘅，或者我係唔被尊重嘅，我係唔被賞識嘅，我能力係不足嘅。咁呢啲全部都係我哋局限性信念。咁呢個局限性信念咧，就會令到我哋咧唔敢向前進，因為我哋
定死咗我自己框死咗我哋自己。咁所以咧，第4個層面咧就係要去睇見呢啲過限信念，同埋去改寫佢咁樣。咁呢啲都係通過一啲深層嘅潛意識嘅練習去做。咁我一陣講下，其實我哋有啲咩，即係究竟有啲咩可能性去做咁啊。好啦，當我哋進行清理創傷、進行改寫之後咧，更重要嘅一樣嘢就係恆常嘅鍛鍊，去翻你嘅日常入邊咧，其實要學習一啲情緒治療同埋鍛鍊嘅方法。識得去調節自己個情緒能量狀態，令到自己咧係建立起一個自我療愈嘅一個信心同埋力量。因為如果你冇信心自己翻去可以調整自己狀態、調整自己情緒嘅話咧，我哋好容易又會被恐懼淹沒翻轉頭嘅。咁所以咧喺我哋呢度咧，通常咧我哋除咗做治療之外咧，我哋都會即係教客人咧通過冥想或者一啲情緒治療方法咧，翻屋企去練習嘅。咁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因素，咁樣令到你可以掌握自己嗰個治療嘅能力。OK。好，咁我哋嚟到呢度咧，就我哋回應一下啲問題先啦 ，Q&A 環節先啦，然後我先再講下，譬如我哋有啲咩啦。好，問題咧就係創傷是否一定要處理？有什麼情況下不建議處理 ？OK。其實創傷處唔處理，頭先我正如我所講就係其實冇話一唔一定要處理，即係話如果係令到你痛苦嘅，你覺得想離開嗰個痛苦，咁你咪去處理咯。如果你係覺得其實都冇乜所謂，你可以咁樣去生活落去嘅，其實冇話一定要處理，因為每個人都為自己嘅生命而負責任。其實冇人可以對你嘅生命指指點點，咁所以咧係當你覺得要痛苦，你要處理嘅時候，你咪去處理咯。如果你覺得 OK 嘅，其實都可以噶，即係冇話一定要處理嘅咁樣。咁但係咧創傷一定會令到我哋影響我哋嘅人際關係，影響我哋嘅生命，影響我哋自己身體嘅健康。所以譬如好似我係教氣功嘅，咁所以好多我嘅學生咧嚟到咧，有一啲咧其實佢哋本身咧係身體出問題嘅，佢哋唔覺得自己情緒有問題，亦都唔覺得自己有創傷。但係當佢哋開始處理身體嘅時候咧，慢慢開始發現其實佢哋嗰個身體嗰個病痛嘅根源其實就同佢哋創傷有關啦。咁所以咧，其實有啲時候你唔想去面對，你唔想去處理，最終咧其實身體咧可能會逼你去處理嘅咁樣。咁呢個就係嗰個關鍵。好啦，咁有咩情況下不建議處理？有咩情況下不建議處理？就係你自己咧可以決定你自己要唔要處理。咁所以咧個關鍵點就係你要揾一個你覺得可以信任嘅環境，有一個人可以陪同你去處理，因為安全感、信任係處理創傷嘅一個好重要嘅關鍵點咁樣。咁所以咧呢個係其中一個你要去考慮嘅因素，就係你揾唔揾到一個令到你覺得安全嘅、可以信任嘅治療師去陪伴你走過呢個歷程咁樣。咁有咩情況之下不建議處理咧？就係咧，如果創傷嗰個人唔係你，係你身邊嘅，可能你嘅伴侶啦，你嘅爸爸媽媽或者你嘅朋友，你好想去處理，但係其實佢唔願意去處理，咁你就唔好去搞佢，因為咧，如果一個人佢冇意願去處理，佢唔準備好去面對咧，其實你觸碰佢咧，其實係冇好處嘅，因為佢未必承受到，咁所以咧，其實佢嘅意願、佢嘅自由意志係好重要嘅。如果佢唔想處理嘅話咧，其實千祈唔好自把自為去觸碰佢，去幫佢咁樣，或者去撩佢啲嘢。呢個係關鍵點咁樣。OK， 至於有咩係唔可以處理嘅，基本上咧，如果你係有意願去處理咧，其實對於我哋嚟講冇話冇話有啲咩狀況係唔建議處理嘅，只不過係究竟點樣處理嘅問題嘅啫。咁當然啦，其實就需要進行見面評估先至去知道其實應該點處理，或者可以點處理，你要配合啲咩去處理咁樣。好啦，有機會與前世有關嗎？咁樣咁當然有機會啦。如果你相信生生世世唔係一生一世嘅話，咁你嘅身體入邊所有嘅身體記憶都有晒你生生世世嘅記憶嘅。咁所以咧其實咧
一定可能會同前世有關。不過對於我嚟講咯，對於我哋嘅方法嚟講嘅話，其實咧我哋就唔會刻意話一定要追溯前世嘅，因為你所有嘅記憶都係你嘅身體入邊，咁所以咧你只需要去進入你嘅潛意識去處理，然之後去轉化你嘅身體記憶，咁其實佢已經幫緊你去去處理㗎啦。你唔一定要進入前世回溯先至可以處理到嘅，因為我自己嘅話，其實我冇特登去處理前世回溯，因為呢樣嘢有啲人中意，有啲人唔中意。其實我自己我就冇向呢個方向行嘅咁樣。想了解潛意識心理清理具體過程係點，可以講多少少嗎？咁樣 OK， 焦慮可以點解決？OK 好。嗱，我就冇辦法回應每一個問題啦。咁我回應一啲相關多少少嘅問題啦。OK 嘛？好，咁咧就潛意識心理清理嘅具體過程係點，可以講少少嘛？咁樣 OK 好。咁我哋進入呢個好呢個啦，潛意識清理嗰個過程，其實咧我大概講理解上面啦。其實潛意識清理頭先講啦，即係因為你曾經經歷過嘅情緒，其實佢會一股能量咁樣儲存喺你身體入邊。譬如沮喪、無力感，佢儲存咗喺你嘅身體入邊。咁可能你係8歲嘅時候，可能受經歷會有呢個感覺產生，或者絕望咁樣。咁然後咧，呢個感覺就會，如果冇處理到咧，冇清理到咧，佢就會一直儲存喺你嘅潛意識入邊，儲存喺你嘅身體，儲存喺你嘅細胞記憶入邊。當你生命一路向前進，你每一次遇到一啲相似嘅情景、相似嘅困難、相似嘅挑戰嘅時候咧，你呢個感覺就會不斷被加強，嗰個無力感被加強，嗰個沮喪被加強，嗰個絕望感被加強，去到一個程度，你就會越滾越大，好似滾雪球咁樣。咁好啦，點樣去清理呢樣嘢咧？其實就要透過一啲練習咧，進入翻你個身體嘅細胞記憶。即係話咧，你個身體入邊所有嘅記憶都喺度，我哋只不過係要用方法去連結翻呢啲細胞記憶。咁透過呢啲練習咧，去幫我哋嗰啲情緒嘅能量咧，可以釋放翻出嚟。譬如我哋做練習嘅時候咧，有啲人咧佢會感覺到真係好攰，或者可能真係唞唔到氣。然後咧佢一路清理嘅時候咧，佢慢慢可能過2分鐘清理完之後咧，佢會開始唞到氣。或者佢個疲累感係好深嘅，好似千年疲累咁樣，咁佢真係好攰，完全冇力咁樣。咁但係佢經過可能3-5分鐘之後咧，佢個人就開始慢慢恢復。咁佢清理嘅過程入邊，身體會有唔同嘅反應，即係譬如可能你有熱啦、暖啦、凍啦、麻麻痹痹啦，甚至可能會有一啲感覺，有啲人會感覺到哇，真係好似有啲嘢排緊出嚟嘅身體啊。然之後咧，你可能會覺得輕咗啊咁樣，係啦。咁用咩清理？咁就係做唔同嘅清理練習啦。咁我呢度咧，其實咧基本上就係即係冇辦法detail 去到講每個練習係點嘅，因為我講得太仔細咧，其實對於好多人嚟講就唔 work 噶啦。咁你要係真係要去透過你嘅感受經歷先可以做得到嘅，係啦。OK， 好。咁咧透過內視或者催眠嘅只要是傾談，又可以做到找到問題根源嘛咁樣。唔係扣井，係啦 ，sorry。好啦，傾談咧，佢只係可以幫你揾到一個進入嘅鎖匙，但係佢冇辦法透過傾談可以處理到你潛意識入邊嘅能量同埋障礙，亦都冇辦法去睇到嗰個信念，因為透過傾談你可以觸碰到嘅就係你嘅表意識同埋一啲淺層潛意識嘅嘢，即係咧可能你唔為意嘅你嘅盲點，咁咧透過傾談咧你可以揾得到，但係咧如果你深層潛意識嘅嗰個創傷同埋嗰個印記咧，你係冇辦法純粹傾談可以處理到嘅。咁催眠咧，其實佢係可以幫你去觸碰到個潛意識嘅。內視覺我理解就係一啲有少少內觀導引咁樣嘅處理啦，咁應該都係可以嘅咁樣。咁但係咧，其實我頭先講嘅就係咧，佢除咗係譬如催眠令到你知道覺察之外咧，其實覺察以外咧，仲有一樣嘢要做嘅就係你嗰個能量清理，所以你必須要透過一啲能量清理。潛意識能量清理嘅練習咧，你清咗身體嗰個能量咧，先至可以處理到嘅咁樣。
用什麼方法進入潛意識？咁啊，進入潛意識嘅方法就有好多種 N 咁多種。咁我只可以講到我用嘅方法。咁我咧其實就係主要用冥想去連結你嘅身體記憶、你嘅細胞記憶，然之後幫你去慢慢咁樣去進入潛意識嘅。咁我就唔用催眠嘅，係啦。咁至於呢個方法係喺呢度咧，我就冇辦法仔細解釋。如果大家有興趣咧，我一陣就介紹我哋嘅課堂俾大家。如果大家有興趣咧，就可以嚟體驗同埋嚟試嘅咁樣。OK， 好。咁咧，接下落嚟，我哋仲有少少嘅時間，咁就請大家俾少少耐性啦。咁我就講下我哋嘅課堂啦。咁你就可以睇一睇，大家有冇興趣或者需要嚟參加我哋嘅課堂啦。咁樣，咁情緒治療嘅系列嘅課堂咧，其實我哋有幾個課堂選擇嘅。一個咧就係90分鐘嘅療癒體驗，呢個係淺層嘅，咁呢個係實體嘅。如果大家有啲興趣，然之後又唔知自己適唔適合，想嚟體驗下咧，咁大家可以嚟呢個體驗。咁呢個體驗主要處理係情緒覺察同埋情緒療癒嘅部分。咁因為佢係90分鐘，佢係班組嘅，咁佢冇辦法去進入咁深嘅就係潛意識清理同埋信念層面咁樣。咁另外有個3小時嘅關係治療，咁呢個就會開始觸碰到潛意識嘅部分啦咁樣。咁大家都係實體嘅，呢個都可以處理嘅。咁呢個圖表有啲唔係好準確，即係呢個應該係有少少一粒星咁樣啦，即係3個鐘嗰個可以處理到潛意識清理嘅咁樣。咁另外咧，我哋有一個課堂咧，就係7星期嘅網課咁樣。咁呢個係情緒治療嘅網課，咁亦都係我哋新嘅一個課程體系啦。咁佢係有7個禮拜帶大家去學習認識情緒嘅邏輯啦，去學習同我哋嘅情緒相處。咁呢個係情緒嘅鍛鍊課嚟嘅。咁 which 就係好重要，我哋點樣認識我哋嘅情緒，學識同佢做好朋友，學識去面對我哋嘅各種負面情緒，令到我哋有能力可以成為一個情緒自由嘅人，有能力可以喺人際關係入邊去超越同埋克服我哋嘅情緒障礙咁樣。OK， 咁另外咧，我哋有16小時嘅潛意識清理嘅課程嘅，呢個係實體課。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咧，頭先講你包括你有創傷啦，或者你想做潛意識清理嘅話咧，咁就建議呢個課程啦。咁佢會喺各個層面都可以處理到嘅，包括由表意識嘅覺察去到潛意識嘅清理同埋恆常鍛鍊都有嘅。咁我哋嘅課程基本上我哋一定係會有一啲冥想嘅錄音，或者有啲情緒清理嘅錄音。課堂完咗之後咧，可以翻去俾大家自己練習嘅，令到大家可以學習到、掌握到一套方法，翻到去可以幫到自己咁樣。咁另外咧，如果你啲課題咧，你係覺得咧，我私隱度要好高嘅，我唔想喺班組度做，或者你會覺得其實喺班組度咧，我未必可以打開到自己可以處理到咧。咁我平時咧係會做私人治療嘅。咁如果你有興趣嘅話，亦都可以約我哋私人治療。咁私人治療咧，基本上就住你嘅情況去設計你嘅療程。咁可以概括晒所有嘅情緒治療嘅範疇嘅嘢都得嘅咁樣。好，咁嗱，大概點樣挑選自己適合嘅課堂？好啦，咁譬如頭先講啦，就係咧，如果你係想淺嘗體驗嘅，可以實體課咧可以有90分鐘或者3個鐘嘅。如果你想系統性學習一啲情緒治療嘅方法，但係咧你冇特別嘅課題想進入嘅，即係譬如我只係想學習療癒我嘅情緒，我想處理令到我哋有能力去應對我哋嘅負面情緒，療癒我哋負面情緒，調整我哋嘅情緒狀態，調整我哋嘅能量，想有系統咁樣去學習咧，咁呢個7星期嘅網課咧，其實就係好適合你嘅咁樣。咁如果你係想咧，就係好想去處理某個課題，譬如我同我先生有一個課題要離婚啊，或者有一個好大嘅矛盾，或者我同我媽之間嘅關係有問題，或者我可能事業有一個好大嘅困局，或者可能親子關係出現有一個好大嘅困局，或者甚至我健康就出現一個好大嘅問題，我需要深入呢個課題去處理我個創傷，面對我個創傷，咁咧你就適合16個鐘嘅嗰個清理啦，咁或者私人治療。咁所以咧，如果你想系統性學習，就7星期嘅網課；如果你想深入課題去做清理、去做治療，咁就16個鐘或者私人治療都適合嘅咁樣。OK， 可以嗎？好。咁咧我就再講下，因為仲翻少少時間，我都稍稍講下我哋嘅課程啦。咁呢個咧
就係7星期嗰個情緒覺察及治療課。咁呢個課程咧，基本上咧，其實我哋係7個禮拜咧，我帶大家去探索咧整個情緒嘅邏輯同埋佢嘅語言，同埋每一堂咧都會有一啲情緒療愈嘅小練習俾大家翻去做練習。喺7個禮拜入邊，希望幫大家可以掌握到情緒嘅邏輯。學識點樣同情緒做朋友，因為呢個係我哋嘅鍛鍊課。即係譬如有啲學生咧，佢做完創傷清理處理完之後咧，其實都係要有呢個情緒嘅鍛鍊嘅，因為佢要翻去生活入邊，我哋要學習面對我哋情緒，令到我哋喺生命嘅唔同嘅高低起伏入邊，我哋都掌握呢套工具，令到我哋唔再害怕情緒。當你唔再害怕情緒嘅時候咧，你先至可以創造你嘅生命，你先至可以重新創造你嘅人生。咁所以呢個課程咧就係目標咧，就係幫大家喺7個禮拜入邊可以掌握到自己個情緒嗰個邏輯，可以學識自己做情緒療愈，一啲簡單嘅情緒療愈。咁我哋第一個星期包括就係情緒嘅邏輯啦，閱讀情緒背後嘅信息啦，同埋點樣可以揾到情緒嘅穩定器啦，同埋點樣可以建立自己嘅情緒安全島啦，然後點樣可以同人進行有效嘅情緒溝通。咁呢啲咧都係我哋呢個網上情緒課程嘅一個課程特質嘅。咁咧嚟緊咧，佢係會喺2026年嘅1月開始嘅。咁好啦，如果你有一啲好緊急嘅課題要處理，然之後你覺得1月太遲嘅話咧，你就可以參加呢個實體課嘅16個鐘情緒及潛意識清理。咁呢個咧就好深入㗎啦，佢就基本上可以就住你某個課題去進入嘅。咁我哋11月有場次啦，1月都會有場次嘅。咁咧今日咧完咗呢個堂咧，我哋會有一個咧特別嘅優惠俾大家嘅，咁樣咁就24小時內報名咧，我哋會有一個好抵嘅優惠，因為呢個情緒嘅7個禮拜嘅課程咧，其實我哋係今日先至開始推出嘅，咁所以喺今日24小時內報名咧，頭100位咧，我哋會有一個半價嘅優惠，就係1880嘅。咁但係如果你係24小時內報名咧，我哋會再減200，咁所以係1680就可以上晒7個禮拜嘅課程。咁佢原價係3880嘅，咁所以咧淨係呢24小時啫。大家咧唔使咧覺得咧下個禮拜嗰個會有，因為下個禮拜我哋都唔會有呢個1680噶啦。咁所以咧，大家如果想上嘅話咧，就24小時內報名啦咁樣。咁另外咧，如果你除咗想上7星期嘅網上課程，亦都想參加實體嘅潛意識清理嘅課程16個鐘嘅課程咧，咁我哋都有一個 combo 嘅優惠嘅。咁我哋兩個咧就係6060啦，我哋就可以兩個課程同時上啦。咁佢原價加埋嚟咧，其實係9000幾嘅。咁所以咧今次係好抵嘅，都係咧24小時內報名先至有嘅。OK， 好啦，咁所以咧一陣間如果大家有興趣咧，其實就可以揾我哋嘅同事喺WhatsApp 度啦，又或者你直接上網咧去揾我哋嘅網站，然後咧揾到條 link，然之後輸入呢個promo code咧都可以揾到嗰個課程嘅。OK， 好，咁咧我哋仲有啲時間，咁我哋都可以繼續回答大家嘅問題嘅咁樣。咁好啦，仲有啲咩問題大家想問嘅咧？我再睇下先。好 ，professional。好，呢個係咩門派定自創？我會話其實咧冇嘢係可以自創嘅，因為咧。其實咧，我哋人嘅意識機制啦，我哋嘅情緒機制啦，本身就係咁樣喺度噶啦。我哋人類被創造嘅時候，呢個上帝創造我哋嘅時候咧，已經係有晒所有嘢。咁所以咧，其實我哋係冇辦法自創嘅，但係我哋可以發現。咁呢一個教大家嘅方法咧，全部都係我喺由2015年開始進入呢個禪修啦、冥想啦、氣功啦，開始幫自己啦，再進入呢個潛意識嘅治療啦，開始探索啦，最後咧就係咧教班啦、教學嘅過程中咧，一路發現啦，同埋我進入我自己內在去處理自己嘅一個過程嘅發現嘅。咁所以咧，佢唔係一個所謂嘅創造
或者我創嘅嘢嚟嘅，佢係我發現嘅嘢咁樣。咁基本上咧就係每個人都可以發現呢樣嘢，因為本身佢就喺我哋入邊。咁所以我只係帶引你去透過一啲冥想嘅方法去連結你自己，去感受你自己，令到你可以連結到你內在嘅嗰個記憶，然之後連結到你嗰個勇氣同埋力量。咁所以咧你就可以一步一步咁樣進入去探索同埋去睇見你自己啦。咁好啦，喺呢度講多少少就係咧，其實咧點解我會話咧，即係一個好重要嘅力量喺你哋自己身上或者學生身上咧，就係咧，我其實唔係一個好勁嘅人，我去幫你攞走啲病痛，幫你攞走嗰個傷痛，我係做唔到嘅，因為咧其實咧我只係知道佢係點樣嘅運作，因為我經歷過。咁所以咧，我知道有一條路，佢可以帶我哋進入去，令到我哋睇見我哋自己，知道自己個問題所在。咁我要帶你嘅就係去進入呢個探索。但係咧，其實譬如咧，我成日都話，你嚟到我面前，或者我啲學生嚟到面前，我同佢傾完之後咧，其實我只會知道就係，我知道你邊個事情棘咗喺度，例如你係自我價值感低落，你會同成長嘅可能阿爸關係有關，或者阿媽嘅關係有關，但係咧，你究竟同阿爸阿媽之間發生咗啲咩事棘住喺度，令到你走唔出嚟？咁呢個點咧，就係我唔知嘅，喺你潛意識入邊。咁所以咧，一定咧係通過你自己去連結你嘅潛意識，去進入你嘅潛意識，嗰個答案先會浮現嘅。咁基本上咧，嗰個路徑咧就係我只不過提供一個路徑去帶你去進入，然後你喺入邊去睇見你自己，去轉化你自己，去將你帶翻出嚟。咁呢個就係嗰個方法啦。如果對自己嘅情緒同需求嘅敏感度低，係咪會進展到好慢？有冇機會連結唔到內在？好問題，呢兩個問題都好好。的確咧，有機會咧，有啲時候咧係難連結嘅。我唔會話連結唔到，係有啲人咧係會好難連結。點解咧？因為我哋受咗傷之後咧太傷痛，所以咧我哋會切割，我哋會唔想去感受嗰樣嘢。咁所以當你唔想感受嘅時候咧，你要重新去連結咧就會有困難。好啦，我舉個例子就係，喂，你掉低咗自己幾十年喺個角落頭度嗰個內在嘅自己，咁但係你一下子話要去連結佢，你估下佢肯唔肯嗱？佢一定會扭計㗎嘛，係咪啊？咁佢扭計嘅過程入邊，你就唔可以強迫自己。咁所以咧，呢個過程咧就要有耐性啦。咁我哋通常就會同身體入手先嘅，因為咧你可能入邊嗰個你咧唔想俾你睇見，但係你個身體一定會感受嘅。咁所以我哋亦都會有一啲身體嘅練習。譬如我自己咧，其實係做好多 dance meditation 嘅。咁 dance meditation 咧，佢係好好嘅一個咧，透過身體去連結我哋嘅細胞記憶，去幫我哋慢慢去鬆開我哋自己，去打開我哋自己。好啦，我舉個例子就係我有個學生咧，佢係大概40歲一個女士咁樣，佢嚟揾我嘅時候咧，佢係人生嘅3個面向都陷入咗困境。一個就係佢病咗大病，然之後第二佢事業冇咗，第三佢離婚。咁所以咧佢成個人係好沉好死寂嘅咁樣。咁佢一開初係嚟我揾我上氣功嘅一個課啦，咁係私人課堂咁樣。咁但係上咗3堂咧，佢都依啲都唔笑，笑都唔笑下咁樣。咁到第4堂咧，咁我就同佢講話，其實你卡咗喺個情緒度，不如我哋試下用dance meditation 去處理啦咁樣。咁我哋就進入 dance meditation 去連結佢個身體記憶，用身體去處理呢個問題。咁佢完咗一個鐘嘅 section 之後咧，佢成個人佢話佢 feel 到有一股能量喺個身體入邊升起，然之後佢有一種鳳凰涅槃、浴火重生嘅感覺，然之後佢成個人係充滿咗 energy。咁然後佢嗰刻佢就笑咗啦，佢係第4次見面，佢先第一次同我笑咁樣。咁第2個禮拜嚟嘅時候咧，佢就處理另外一個課題，因為佢本身係原生家庭好疏離嘅，爸爸媽媽離婚，所以佢冇感覺到愛係啲乜咁樣。咁佢咧就有2個小朋友，但係佢有一個好大嘅困惑就係佢頭腦知道呢2個小朋友係佢嘅小朋友，但係咧佢冇辦法產生愛嘅連結，佢感受攬住佢哋都冇一個溫暖嘅感覺，冇一個愛嘅感覺，佢就覺得好奇怪。咁佢就問我究竟係咩事咁樣啦。咁我哋後來咧亦都係用
dance meditation 用身體入手，咁就去連結佢個身體，佢連結佢嗰個由嗰個主題入手嘅引導咁樣，咁都係1個鐘嘅 section。完咗之後咧，佢就話：我終於感受到愛係啲咩啦。佢就喺個身體入邊，佢係感受到。佢話呢種係言語講唔到嘅，就算你睇1萬本書，你都係唔知嘅，因為你只係知道愛係包容，愛係體諒，愛係乜，愛係乜，好多種定義。但係你冇感受過，你就係唔知。好啦，但係身體有趣嘅地方係咩咧？正如我頭先咁講，就係身體有晒你所有嘅嘢，包括你嘅悲傷、你嘅恐懼、你嘅沮喪、你嘅絕望。但係佢亦都同時有晒你喜悅、愛、勇氣、力量、希望嘅所有嘅記憶、所有嘅能量喺入邊。咁所以咧，通過冥想去連結你嘅身體，令到你可以重新連結你嘅內在嘅唔同嘅嗰個力量，或者唔同嘅嗰個能量狀態，你就會開始感受到究竟嗰樣嘢係啲乜。咁呢樣嘢唔係可以言語可以描述嘅。咁完咗嗰個 section 之後咧，呢個女士就話：我終於感覺到咩係愛。咁翻咗去之後咧，第2個禮拜佢再翻嚟，佢話好開心，佢終於可以攬住佢對仔女，而佢感受到嗰個 connection 係有連結嘅。而唔係一種好似頭腦知道佢係我仔女咁樣，咁佢終於知道咩係愛咁樣嗱。呢個咧其實都可以係處理創傷嘅一個方法，因為咧我哋知道就係其實911嗰個事情之後咧，其實咧基本上咧，因為好多美國嘅當時911之後咧，其實好多人經歷創傷之後咧，直情係講唔到出口嘅，所以佢哋係冇辦法透過 talk therapy 或者一啲需要描述嘅一啲方法咧，去幫佢哋去處理。咁但係咧就開始衍生出好多咧用身體記憶、用身體嘅方法去幫手處理創傷嘅一樣嘢。咁所以咧身體本身就係可以好好咁樣去幫我哋去處理我哋嘅過去、我哋嘅創傷嘅一個工具。咁所以如果你係即係都係一啲咧，即係譬如頭腦好理性嘅，或者好難連結自己嘅，好難去處理嘅，咁咧呢個咧其實可以用身體入手都得嘅。其實方法有 N 咁多種。最大嘅關鍵就係點樣揾到適合你嘅方法、啱你嘅方法。咁呢個就係我講，就係呢個係陪同嘅過程，就係我點樣透過陪同嘅過程去了解你嘅狀況，去感受你嘅狀況，去幫你揾到一個最適合你嘅方法去進入咁樣。好啦 ，OK， 咁咧我哋咧就都差唔多啦，我哋答多2個問題啦，好冇？對自己嘅情緒及需求敏感度低，係咪會進展好慢？其實咧就唔一定嘅咁樣，因為咧其實我最近咧都有一個學生咧，佢其實咧嚟都係私人治療嘅咁樣，咁佢就嚟咗5堂咁樣啦，咁佢其實頭3堂咧都係好慢嘅，因為佢本身就係切割型啦。咁佢咧其實咧進入練習嘅時候咧，佢係知道自己某啲情緒，但係咧佢感覺唔到、感受唔到咁樣。咁但係咧，我哋第3堂咧做咗一個練習，有突破之後咧，佢唔係應該我哋第4堂咧做咗一個練習，有一個好大嘅突破。咁然之後第5堂佢再嚟嘅時候咧，其實就已經成個人已經唔一樣啦。佢之前嗰個禮拜仲陷咗喺個抑鬱度狀態，佢話完全唔想見朋友，佢好痛苦。然之後佢覺得佢自己乜都做唔到，然之後好深嘅愧疚啦、羞恥啦、自責嘅感覺咁樣。但係1個禮拜之後佢完咗之後，佢成個人個唔同狀態好咗好多咁樣。咁所以咧，其實咧唔一定話你嗰個敏感度低咧，你就會進展好慢，而係咧，其實我哋需要一個歷程咧，去幫你揾到嗰個突破點喺邊度。但係一旦你揾到嗰個突破點咧，後邊個跳躍就會好快咁樣。咁所以咧，其實每個人嘅進程都唔一樣，冇一個特定嘅嗰個 formula 咁樣。OK， 亦都唔需要覺得自己即係唔 OK， 因為永遠唔知㗎。有啲人覺得好 OK 嘅時候咧，其實嚟到咧可能係唔得嘅。咁所以咧，關鍵點就係嗰個突破點點樣揾咁樣啦。OK， 食緊精神科藥物會唔會影響治療？基本上咧唔會影響治療嘅。咁但係有個前提條件就係你可以理解到我嘅對話。
因為咧，如果你理解唔到，譬如有啲人食藥食得太多，或者嗰個藥量好重嘅時候，佢成日暈暈頓頓咧，佢理解唔到我嘅指令咧，咁就有啲難啦。咁但係如果你係可以理解到個對話，理解到個指令咧，其實就 OK 嘅咁樣。咁我自己呢個方法嘅話咧，其實我係唔會主張大家貿然地停藥，然之後突然間嚟用呢個方法，但係就即刻停藥咁樣。咁如果你想停藥嘅話咧，就建議咧先係處理。慢慢你會 feel 到自己狀態改善，你先至同你精神科醫生去溝通點樣去處理停藥嘅問題。因為我哋呢度咧，其實好多人咧都係咧有食精神科藥物嘅，咁佢哋喺嗰個食藥嘅過程，喺嗰個減藥嘅過程入邊咧，都需要咧係逐步去處理嘅。咁有一啲人咧會減得好快嘅，咁有一啲人咧會需要慢慢嚟嘅。咁每個人嘅狀況都唔一樣，咁所以咧其實係最好嘅就係咧喺個治療過程入邊咧，亦都同時同你嘅精神科醫生去溝通咁樣嗱。喺政府醫院我就唔知啦，因為其實可能醫生嘅時間有限咁，但係一般我啲學生嘅話，如果佢哋睇私家醫生嘅話咧，通常佢哋都會講私家醫生聽佢哋喺呢度嘅治療進展，咁會同醫生夾其實究竟要點樣處理咁樣嘅，係啦。咁咧，咁所以咧，其實如果你係食緊精神科係理解到嘅，其實都可以處理嘅。過程中有咩令到我同學員好深刻感動啊！哇！呢個感動位太多，都調翻轉咁講就係其實我之所以行過第6個年頭，我哋心地仲喺度，其實都係因為我哋嘅學員嘅存在。其實每一次無論係私人嘅治療啦，或者班組嘅課堂啦，我都喺入邊咧感受到好強大嘅勇氣同力量。其實我嗰個治療自己個字咧，其實除咗係頭先嗰個解釋之外咧，其實另外一個對於我嚟講嘅意義咧，就係咧，我其實教班同埋做個案咧，都係我嘅自我療愈嘅歷程嚟嘅。因為我自己本身，如果你睇我嘅生命歷程嘅話，其實我都係比較嚴重嘅，所以咧我係基本上咧我係好絕望嘅，即係經常都處於一種好絕望嘅情緒當中，成日都覺得世界末日咁樣。咁所以咧我係喺呢6年入邊，喺我嘅學生身上咧，其實係揾到我嘅希望，即係話佢哋每一次嘅轉化，佢哋嘅努力，佢哋揾翻自己嘅勇氣同埋力量，每一次做得到嘅時候咧，我就會覺得呢個世界充滿希望。所以其實心地嘅呢個歷程，亦都係我自己嘅自我療愈嘅歷程。所以呢個就係我好深嘅感動嘅地方。所以咧，其實咧，坦白講，要經營一個療愈中心咧，其實唔係咁容易嘅一件事。其實佢都有各種嘅困難，尤其我哋要做深入嘅療愈嘅話咧，其實係好花精力嘅。即係譬如好似我咁樣，我一日只可以接到3個個案嘅啫，我唔可以好似醫生咁樣，我一日睇10幾廿個個案咁樣，我只可以做到3個個案。咁但係喺呢個深度嘅轉化嘅過程入邊，我睇到生命嘅轉化、生命嘅轉變。當佢哋好開心咁行，好唔開心咁嚟，好開心咁行出呢間房嘅時候，對於我嚟講係一個好大嘅鼓舞，同埋我覺得生命係充滿咗希望嘅咁樣。咁所以呢個都係我嘅自我療愈嘅歷程，就係佢哋嘅能量其實亦都滋養咗我，令到我可以一路行落嚟。喺今日第6個年頭，我仲想繼續行落去咁樣。嚟緊我哋就續約啦，咁所以即將我哋就會再續約咁樣。咁希望都可以喺呢個課堂入邊同唔同人嘅相遇啦。如果你今日聽完呢個講座，你有覺得對你有幫助，都好希望我哋未來喺即係我哋嘅課堂可以相遇，無論係網上或者實體，都希望可以遇見你咁樣。OK， 好，仲有冇其他嘅問題？好，咁都差唔多啦，係，多謝你，係啦，我哋都希望我哋慢慢邁向我哋嘅第10年，依家我哋6年啦，係啦，咁非常之感謝 Carrie 啦，係啊 ，Carrie 都係其中一個我好開心佢可以走到出嚟嘅一個朋友啦，咁
希望有更多嘅人可以好似你咁行出嚟嘅生命啦。我成日話咧，其實我哋呢個 business 咧，其實係好奇怪嘅一樣嘢嚟嘅，即係因為咧大部分嘅 business 咧，其實係希望我哋嘅客人咧可以成為我哋嘅長期客仔，你啊多啲嚟，然之後最好10年8載都要嚟啦咁樣，或者買我哋嘅嘢或者點咁樣。但係我哋呢個生意嘅性質咧，就係咧，我希望你咧越快掌握你嘅自我療癒能力，自己可以處理到自己生命嘅課題，然之後唔需要我哋嘅存在，咁就係一件最好嘅事情咁樣。咁所以咧，佢係一個好矛盾嘅一個存在。咁但係我哋都希望呢個矛盾嘅存在可以繼續進入我哋第7年啦，去到第10年啦，甚至更耐嘅時間，可以陪伴更多嘅人。好，所以今日多謝大家。咁咧就我哋下一場咧就喺下個禮拜嘅星期2啦，都係7點半嘅。咁咧大家用同一條 link 就可以進入課堂噶啦，咁樣。咁所以咧就希望下次見到你哋啦。咁所以咧大家記得今日嗰個優惠。如果你係想上網上課程或者實體課程嘅話咧，就記得24小時內咧，我哋就會有一個特別嘅優惠，好抵嘅，係啦。咁啊，如果你咧自己暫時唔需要，但係如果你覺得身邊有需要嘅人嘅話咧，就請你都幫忙多啲去推薦佢哋啦。OK，多謝大家，感謝大家。